关心过食安的问题，所来关心水。风台带来真济雨水，好强要建底水库渐受积水大，淹没台湾几年来面临的欠水危机，依然还未解除。已经有58年历史的石门水库，这一年来因为积贷真严重，水库的欠水量敢若剩本来2/3，也就是剩2亿吨。另外1/3拢是沉底土沙，若无希望好水库变成土库，就要靠抽沙就一直清这土沙。2018年有进行阿母坪防积贷隧道工程，希望讲延长水库的使用年限。石门水库较早是东亚第一大水坝，即马有严重的危机甲挑战。石门水库过去以来淤积1亿，如果再不解决的话，这个水库以后就会变成土库。北部区域这几年，有的时候水很多，有时候就一直很久没有下雨，所以我们来去推动南势溪的约云水。守护高雅山林。我们不反对越域引水，我们反对的是在环境敏感区引水。2020年9月13日，中大水南路因台湾东部海峡上北，桃园石门水库累积雨量达到330毫米，实施调节性下水。水源头伫要员工的阿母坪风沙泵坑，码头一排气应温排出20万地方公尺的土沙水。风台后，互全台湾的水库欠4亿2000吨水，和2021年相比，完全两样情。忽然看到极端气候变化冲击。石门水库山壁裸露，一度预估储水量将在38天后无水可用。2021年4月，台湾拄等56年来的可旱，桃园石门水库严重欠水，底部大片的土沙规个看现现。建设初期，石门水库本来有3亿立方公尺容量，真侪年来沙积个真严重，即马讲剩超2亿立方公尺。石门水库布满了一根又一根大大小小的浮木，还夹带大批的泥沙土石淤积在水底下。石门水库过去以来淤积1亿，主要几场比较大的台风所造成。整体来讲，石门水库平均每年陆沙量大概340万立方公尺。如果再不解决的话，这个水库以后就会变成土库。石门水库容量和水情双双都红灯，清土沙的工程要赶紧做。水南路风台前，采用团队来到石门水库中游的抽沙船，准备坐船来探看卖。然后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的中间这个就是冲泥泵浦，绞刀在底下。当尾10栋的架刀头，为65公尺深的水面下慢慢升悬，以负责清沙工程上重要的第一阶段。它在抽泥的时候，它整只是侵入到泥层里面去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到时候待会它如果到水里面去，这整个绞刀头是侵入在泥层里面，然后去翻动把里面的泥翻松，透过中间这个抽泥泵浦，泥跟水往上抽这样子。落果麦黏性真悬，掉伫咧基区真无好清。不过上歹芳的是，掉伫咧水库底部的希望啊和粪扫。好，稍微人心把鼓一下，它会正转，它不会反转。正反转这个有一个好处，万一我绞到东西的时候，我可以反转退出来，我整个绞刀头就不会掉在那底下。哦，因为我里面的东西也有挖呀，什么都有了，什么东西都有了。从前年开始，我们的路挖、抽泥跟水利排沙，去年总共这3个加起来都400多万了。那我们已经连续2年库容都增加了100多万。
石门水库每日当供应桃园地区120万吨用水，民生工业含农业各占一半。不过，为2020年开始，为了解决新竹欠水问题，石门水库启动北水南送计划，每日会当供应20万吨的水到新竹地区。我们要看的是10年、20年的这样的趋势。那以过去的经验，确实北部的降雨是比较多，桃园是面临比较严峻的干旱。新淡桃竹地区用水需求，石门水库除了容量危机，嘛面对进水量无足的问题。这5年来，在每一号含风台季节过了后，石门水库的欠水量增差真大。不过，邻近新北市的翡翠水库，拢会当达到5成以上。进一步比较，10年以来年平均落雨量，石门水库比翡翠水库减1300多毫米。其实我们做这些就是在因应极端气候，当然就是哪里有水调到哪里，但是就是你要确保人家 AD 的够了啊，有村内你个 K 了。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这里有水，这里没水，怎么调？要有设施，要有管路，你才能调。极端气候告诉我们现在不能再谈大系统了。我们要谈的是中系统跟小系统。你假设北部水资源比较多，所以把它调到竹科。其实我们应该要谈的是，那万一调不过去呢？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盘点新竹以北到底有多少可以处理的回收水。稻送学者质疑北水南送效益，不过水利署同款伫咧2021年提出翡翠水库水源头有来南4溪下过区引水计划，希望将新北地区的源头水引流到石门水库的集水区地汉溪。不过随开发工程的生态破坏和民众生存的安全，所引起愈侪质疑的声音。将翡翠水库的上游，也就是南4溪的水引到石门水库大汉溪流域，这款的做法敢会通？这个计划呢，必须要用乌泵坑方式过界引水，引水的泵坑直径有5公尺，长有17.2公里。不过南4溪的水头是水源的保护区，嘛是离台北上界近的原始林、山林甲环境，又搁将付出什么款的代价？大城受到影响有来者的居民敢会同意？对中报道。继续来看。守护太阳森林，守护太阳森林，守护太阳。接发伫新北市议会前，有来区的居民甲环保团体大声咧抗议，要进入宽屏停水的南4溪过界引水计划，工程将伫溪谷的山壁挖引水的泵坑甲水坝，施工的地点离当地泰国族的部落较无10公里。对环保团体甲当地居民的脚步采用小组来到要进行引水工程的地点屯拢。打洞，然后再往这个方向穿过去。那它是从底部嘛，山的底部开始挖嘛？可是也是有一个高度了，因为它拦水拦起来以后，然后拦起来以后，等于取水口就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就往那个方向走。对。过界引水工程将伫屯落的山谷挖一个直径5公尺的储水口，经过着陆坑到三角区大坝溪流域的车寮坑，搁做第2条的泵坑，更过东干山，为桃园罗湖灌入大汉溪，长有17.2公里的引水泵坑，估计2028年的完工。时到石门水库，当年会增加7830万吨的水源，等于是2座新竹保二水库的水量。现在的问题是，老天爷降的雨量，那有的时候水太少，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石门水库的本流以外，再去找其他的一个水源，来让它能够进到水库来，这样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益。那我们经过去盘点之后，认为南势溪因为它有东北季风，它跟我们石门水库的一个降雨的情况，在10、11、12月这几个月刚好是互补。北水南送的引水计划关系到北区用水调度的艰难任务，也过有赖居民经营烦恼，影响到山林河川的生态，危害生命安全。伫储水口一定地顶悬，10年前就要开一座观景台，也过镜头有翕到，
涂骹拢无平，明显必顺裂去啊。虽然施工地点有撇开有内地区6条土石流暂时溪流，不过沿线的公路四界拢会使看到崩山的痕迹。只要是有山沟的地方，一个强降雨或是大台风，它就会有土石流的一个状态发生。有来火山部落的对外道路，敢若一条北107乡道，有几啊段是有够矮，工程运送大型机具，若需要拓宽道路，恐惊造成山木地松动，佫会阻断唯一的交通路线。啊，水利署是讲工程会协助加强道路安全。今天他要把 TBM 隧道钻掘机，还有上万辆的砂石车载运废土的这些工程车辆，要能下到溪谷的话，大家看得到的这个美丽的集水区，就会变成可怕的砂石场、弃土暂置场。我们也不会开设沿着山壁开设便道下去，我们会在那个旁边做一个竖井，然后用吊索的方式哈，把我们的机具、把我们的材料、把我们的人员用吊的方式垂降到我们的一个位置。我们没有要在原始森林开路，那主要就是急转弯的位置啦，协助他们把这个道路的安全性哈把它提升。凤空引水口的水头是火山部落，水尾是信贤部落甲有来老家。若是起水坝集中水源，一旦落大雨引起崩旱，就惊讲后果不堪设想。那个拦水坝的话呢，你今天枯水期，你水全部都拦住了。但是你要是说是在一个雨量非常丰沛的时候，你水绝对放。你一放水，第一个遭殃的会是谁？绝对就是我们新县。日本的京都大学的一个防灾研究所，这些学者专家哈，他们有来调查小林村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原因，主要就是因为莫拉克台风带来的过2000 mm 的一个降雨，以及当地有一个顺向坡。第一个，我们会避开土石流的一个潜势区。我们也会避开地质的环境敏感地区哈，我们也避开了这个当地的一个部落哈。这里是乌来信贤部落樟树溪的河流上方，可以看到居民在这里设置了水塔，也牵了管线，使用他们日常所需的水源。而这条樟树溪就是南势溪的一条支流。不过因为这几年没有台风雨的关系，降水变少，河床也几乎干得见底。居民更担心，未来南势溪还要供应桃园石门水库，恐怕会排挤当地的重要用水。拍戏也是泰雅族传统的手拿文化，在乌来考述历史中，祖先搬山到南势溪上游，就是看到这有真侪苦花才会带嚟吃。最近是因为没有下雨嘛，水变小，鱼也是有啦，也是有鱼啦。即马部落依然保有掠苦花习惯，嘛是补贴家用的经济来源。不过未来呢，依然充满变数。苦花是往上游。它要产卵嘛，雨都会往上流嘛。那你拿沙坝做起来的话，它上不来，它下不去的话，就是生态的那个啦，就是破坏他们的环境啊。我也是这样钓鱼啊，就是加减赚啊，做零用钱啊。有餐厅会收嘛，好，我们加减卖这样啊。过届引水工程计划，大家斗相报，水利署嘛展开环境影响调查，为2阶段的环评做准备。不过，游园无举办说明会，和居民质疑讲，敢会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的自相同意权。我们已经完成1阶的这个环境影响说明书，然后也送到环保署去了。我们在等待环保署来召开环评大会。那如果他同意进入2阶以后，我们会将环境影响说明书在地方公开陈列30天，然后还要办理公开说明会。居民等不到开发案的说明会，决定成立自救会，集中反对的声音。你们已经侵略到我们的传统领域了，已经没有办，你们都没有办法知会我。第一个时间，你们用黑箱作位，私底下这样子无视对待我们很没有办法接受。
都已经确定好计划，预算也编了，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做了这样的一种这种所谓规划的评估，而到了最后的那个阶段，才真的要动土的时候，才需要问原住民的时候，这个时候很有可能社会上会形塑一个原住民族就是阻碍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绊脚石。南势溪水潺潺而流，滋养着土地甲人民。今嘛面临着严重的气候变迁，这条河脉可能就要担起北部地区的用水重担。不过，美丽山林溪谷甲安基的聚落，敢会当承担随之而来工程？又会将付出什么款的代价？挑战甲难题就在眼前。